大家好，我是陈医师，在骨科工作超过20年。这些年来，我最常听到的一句话是“我没什么问题啊”，就是年纪大了，腿比较没力，走路比较慢。但事实上，这些所谓的正常老化背后很可能藏着一个大问题：缺钙与缺维生素 D。根据台湾卫福部统计，65岁以上长者平均每天仅摄取4到0.7杯牛奶的钙质，远低于建议摄取量。而根据我门诊的经验，超过一半的病人其实不知道自己钙质摄取不足，更别说维生素 D 了。这不是一个单纯的营养问题，而是影响行动力、生活品质，甚至生命安全的关键。因为缺钙会让骨头变脆，缺维生素 D 会让肌肉没力，而这两者的组合正是跌倒和骨折最常见的原因。许多长辈跌倒后才发现骨质早已大量流失，肌肉大量萎缩，一个简单的绊倒就可能导致大腿骨骨折、住院、开刀、卧床，甚至无法再次走路。所以今天我想邀请你花一点点时间把这部影片看完。影片最后我会分享一个我过去也忽略，但后来发现对每位长者都关键的重要提醒。在开始之前，别忘了订阅频道并开启小铃铛，就能第一时间收到我们的健康建议。我想知道你是不是还在跟着我。如果觉得内容有帮助，请在留言打1。如果觉得还次，也可以打0。我都很感谢你愿意花时间听。那么缺钙与缺维生素 D 对身体到底有多大影响？我们接着来聊聊。很多人觉得年纪大、体力差是自然现象，但你知道吗？在骨科门诊里，我们看到太多这些自然的变化，其实都是缺钙、缺维生素 D 引起的。第一个后果是骨质疏松。骨头不是一块死的东西，它会一直新陈代谢，而钙就是它的建材。没有足够的钙，骨头就像墙壁被挖空，变得脆弱，只要轻轻一撞一跌就会骨折。第二，肌肉没力，步态不稳。缺维生素 D 会影响肌肉吸收营养，让腿没力，站不稳。有些长辈站起来会头晕，走路左右摇摆，这其实不是脑的问题，而是肌力太差。第三，增加跌倒风险，造成连锁反应。我看过太多长辈从能自由活动，因一次跌倒变成长期卧床，甚至出现压疮、肺炎，生活彻底改变，而背后的根本原因就是骨头与肌肉的退化。如果你最近常抽筋、站不稳、走2步就累，不要只是想我老了，这可能是你身体正在发出警讯。接下来我会列出5个常见的身体讯号，帮助你更早察觉自己是否缺钙或缺 D。缺钙与缺维生素 D 的可怕之处在于它们发展得非常安静，你不会突然骨折，不会突然肌肉没力，但身体早就悄悄发出求救信号。第一，频繁抽筋，尤其是晚上睡到一半，小腿突然抽筋，痛到醒来，这是最常见的缺钙现象。第二，牙齿松动或常觉得咬不动。骨质流失不只发生在腿骨，牙床骨也会变弱，让牙齿没有支撑。第三，走路没力，爬楼梯喘，这往往和肌肉流失有关，尤其是大腿与臀部的力量在退化中最明显。第四，经常感到疲惫，注意力下降。有些人说，我怎么最近很容易累？其实是身体营养不足，无法维持正常运作。第五，背痛、腰酸，但找不到原因。有时候骨质疏松初期并不会骨折，但会让脊椎压力增加，出现隐性疼痛。如果你符合其中2项以上，建议尽早做个简单的检查。骨密度扫描、DEXA 或抽血检查维生素 D 指数，能帮助我们更早掌握身体状况。下一段我会教你
如果真的不喝牛奶，也不吃乳制品，要怎么补足足够的钙质与维生素 D？ 很多长辈一听到缺钙，就觉得一定要喝牛奶，但事实上，很多人因为乳糖不耐或单纯不喜欢牛奶的味道，根本无法每天喝。所以今天我想跟你分享，就算不喝牛奶，也可以补足钙质，只要你懂得选择。第一种方式，豆制品。豆腐、豆乾、豆浆都是钙的好来源，特别是板豆腐和传统豆浆，钙含量高又容易吸收。早餐来一碗豆浆加葱花蛋就是不错的开始。第二种方式，小鱼钱与芝麻。传统的台式小菜像炒小鱼钱加花生、黑芝麻糊都富含钙质，尤其是芝麻糊对牙口不好的长辈也很适合。第三种方式，深绿色蔬菜，红凤菜、芥蓝菜、苋菜等，不但钙质高，还富含纤维，每天炒一盘菜，既能补钙，也帮助消化。第四种方式，含钙强化食品。现在很多豆浆、麦片或谷粉都会标示添加钙，这些也可以纳入选项。记得选择含有柠檬酸钙或乳酸钙的品项，吸收率较好。有一点很重要，不要只看吃进去多少，还要想吸收得了多少。吃得对，还要搭配维生素 D， 才不会补了也白补。那维生素 D 要怎么补？我们接下来说明清楚。很多人知道要补钙却忽略了维生素 D 这个关键角色，没有它，身体根本无法好好吸收钙质，就好像你把砖头送到工地，却没有水泥固定它，最后也盖不起墙。那维生素 D 要从哪里来？其实有3个方法。第一种，晒太阳，这是最自然、最有效的方法。每天早上8点到10点，或下午3点到5点，晒10分钟左右，不要擦防晒，也不用全身暴露，只要让脸部、手臂见到阳光即可。很多人怕晒黑，怕晒斑，结果天天躲在家里，长期下来反而让身体缺低，骨头变脆。第二种，吃富含维生素 D 的食物，像是鲑鱼、秋刀鱼、蛋黄、前香菇，泡水后晒过，太阳，都有维生素 D。这些食材在台湾都很容易取得，重点是要有意识的吃进去。第三种，补充保健食品，但要小心剂量。如果你真的做不到晒太阳或饮食补充，也可以在医师指示下使用维生素 D 补充剂，但切记不能自己乱买高单位补充品，否则容易钙化肾脏，造成反效果。讲到这里，也许你会想，这样吃是不是太复杂？不用担心，下一段我会分享一个真实案例，一位长辈如何在不喝牛奶的情况下，透过日常饮食与习惯调整，把身体慢慢补回来。许多长辈都很努力想补钙、补维生素 D， 但为什么骨质还是下降，肌肉还是没力？很可能是陷入了3个常见的错误补法。第一，只吃钙片，没搭配维生素 D。就像我前面说的，没有维生素 D， 身体无法有效吸收钙质。很多人每天都在吃钙片，却完全忽略了 D 的摄取，结果补得再多，效果也打折。第二，过度依赖保健食品，忽略日常饮食。很多广告说的天花乱坠，但真正影响我们健康的是每天的3餐。如果你平常饮食不均衡，只靠保健食品是补不回来的。尤其有些长辈因为胃不好，吃的量也少，更要从容易吸收的食材下手。第三，补过头，反而造成身体负担。补钙也有上限，一天成人不应超过2000毫克的钙，超过反而容易造成肾结石、钙化血管等问题。尤其是同时吃钙片、喝钙强、化牛奶，再吃综合维他命，就很容易过量。所以我常常提醒病人，补钙不是拼命吃，而是吃对、
吃刚好。那么怎么做才是吃对？接下来我想跟你分享一位病人的故事，他是怎么从缺钙、缺低的身体状态慢慢找回健康与行动力的。张伯伯今年72岁，住在新竹，是我门诊的一位熟面孔。第一次来的时候，他是因为半夜抽筋严重，走路腿软来就诊。他告诉我，医师，我不喝牛奶，吃东西也很清淡，是不是我老了？我们帮他做了血液检查，发现他维生素 D 非常低，骨密度也在临界点。我建议他调整饮食，补充维生素 D， 增加运动量。一开始他有点抗拒，我不爱吃药，也不喜欢晒太阳，所以我们跟营养师合作，替他设计了一个他能接受的方案：早餐豆浆、芝麻糊，中餐加豆腐，小鱼前炒芥蓝，晚上吃蛋黄，香煎秋刀鱼，每天早上散步晒太阳10分钟。1个月后，抽筋明显减少。3个月后，他走路稳多了，也愿意自己去市场买菜了。他笑着对我说，原来补身体不一定要硬吞牛奶。张伯伯的例子告诉我们，补钙补地不是难事，关键是你愿不愿意开始。即使只是每天1小步，日子久了也会走出不同的身体状态。最后一段，我想送你一个关键提醒，为什么今天就是最好的起点？如果你一路听到这里，谢谢你。我知道关于健康的事，说起来简单，做起来不容易。尤其是我们这个年纪，要改变饮食习惯，记得补充营养，还要克服怕晒太阳、怕吃药的担忧，真的不轻松。但我想说的是，你愿意听到这里，就已经是走在改变的路上了。钙与维生素 D 不只是营养素，而是维持我们行动自由的关键。只要还能走，还能自己上下楼，还能自己出门买菜、喝咖啡，我们就还拥有选择的自由。不要小看每天1杯豆浆、1小盘青菜、10分钟的太阳，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习惯，才是让我们稳稳走下去、好好活下去的根本。所以，如果你觉得今天的内容对你或你的家人有帮助，欢迎在留言区分享你的经验，让更多人因此受益。你也可以把影片转发给身边的亲朋好友，提醒他们不喝牛奶也能补钙，有方法，有希望。免责声明：本影片内容仅供健康资讯参考，无法取代医师诊疗。如有疑虑，请洽询专业医疗人员。祝福你走得稳，活得自在。